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最近一田做緊冬日購物賞，優惠期由11月21號至30號。我哋過咗黎葵芳一田掃貨，睇下有邊啲產品做緊優惠，仲會同大家睇下買滿150蚊有咩筍貨換購。大家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第一日嚟仲要排隊等手推車，今日第3日人流少咗冇咁逼。日本香印提子賣緊108蚊一包，或者超市買滿150蚊以98蚊換購，有少部分更加係特價88蚊。日本似4個裝節實價39個9一包。日本蜜瓜158蚊一個，或者買滿150蚊以138蚊換購。澳洲珍寶藍莓59個9一盒，119個9三盒，平均每盒39個幾。日本高辛梨45蚊一個。另一邊有韓國梨44個9一盒，車厘茄19個9一盒，36個9兩盒。隔離有番茄，清奇異果5個裝31個9兩包，澳洲橙27個9一包，45個9兩包，馬來西亞榴蓮200幾蚊一個。另一邊有切開咗嘅，日本北海道南瓜22個9一個。日本袋裝甜薯16個9一包，韓國紫心番薯19個9一包，35蚊兩包。日本袋裝牛蒡14個9一包，21個9兩包。日本長芋38蚊一條，都幾粗下。日本洋蔥同日本甘筍都係23個9兩包。韓國金菇15蚊3包。迷你青瓜19個9一盒。泰國秋葵19個8兩包，11個9一包。急凍鰻魚69蚊細包，138蚊大包。仲有日本急凍秋刀魚2條裝39蚊兩包。急凍虎蝦92蚊一包，白蝦78蚊一包，八爪魚仔59蚊一包，美國香腸93個9兩包。九龍城寨墨魚丸、炸魚角、魚蛋都係17蚊，仲係買1送1。6件裝嘅4海碗仔翅42蚊，即係平均每碗7蚊，都幾抵食，味道唔錯，見到好多人都有買。餃皇46蚊兩包，魚肉燒賣21蚊兩包，4海鮮竹卷同粉果16蚊兩包。另一邊有大埔振興肉丸，即食雞胸32蚊一包，60蚊兩包。紫薯包流沙包25蚊。西班牙春雞68個9買1送1。雞肉串52蚊3包。其他急凍海鮮，越南急凍魚柳79蚊買1送1。急凍扇貝119。急凍帶子158。魚肉腸可以喺超市買滿150蚊，以9個9換購。各款拉麵。
車打芝士夾心餅23個9買1送1。各款餅乾。益力多。舊街場白咖啡62蚊2包。各款飲品。呢款傑麗兒泡泡潔手液好抵，補充裝9包裝折實價58個9一套。另外一款係1樽潔手液加7包補充裝，折實價59個9一套。1樽傑麗兒潔手液18蚊，2樽29個9。滴露衣物消毒劑1.2升孖裝送潔手，亦折實價78蚊。滴露地板清潔劑2升36個9。消毒濕紙巾39個9。洗衣旋珠56粒79蚊。濕紙巾80片裝35蚊。呢邊係均一價35蚊專區，有超濃縮洗衣珠，仲有個20蚊專區喺隔離價。彩型洗潔精1000毫升裝20蚊2件，清潔手套20蚊買1送1。線絲同維潔雅面紙或濕廁紙33蚊2包。三摺式抹手紙27蚊3包。威威洗衣珠50粒55蚊。Ariel 洗衣液49個92支。Ariel 洗衣膠囊60粒199個9買1送1。靚女衣物清香珠79個9。洗潔精15蚊。潔霸洗衣棒24支裝換購價29個9，要買滿150蚊。保鮮紙2支連錫紙65蚊。花王廚房漂潔液連漂白水29個9。滴露沐浴乳75蚊2支。各款牙膏。Salanda Pro 鹽髮乳62個半1支。女性用品都有優惠。埋單都要排下隊。買滿150蚊可以換購以下產品：9個9換購魚肉腸，12蚊換購青魚罐頭，28蚊換購絲球麥初榨濃香花生油，46蚊換購金鳳泰國頂級香米3公斤。大家可以參考圖片換購合適嘅產品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